老师，你讲这就是熏老，哎，熏老。啊，不过这我看到一般家厝啊，有啥物这特别叫做熏老，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一般的平房都是安尼尔嘛，伊今嘛看起来就像门楼一样，所以它称为烟楼。啊，这唔就咱咧讲的半楼啊，只不过伊半楼有2层尔。所以以前无了解的人，我高中的同学来到美浓，伊俩总在一起起薰蕉啊。这有成就对哦。有成啊，伊讲四界拢起薰蕉，我讲唔是啦，这是阮的薰老啊。伊也唔捌看过薰草，讲你美浓人种的是啥物菜啊？那遮大叶，我讲迄都是薰草啦。这个薰草你啊种了，你就慢落来了，你就要经过这个薰老甲伊干燥。它脱水完成以后，伊都是金黄色的，是足香的呀，所以叫做香烟嘛。如果你到一个家里，你们看啊，这个家里是有一个烟楼，哎不错，它大概有1甲地左右。有些大家族有3个烟楼，我告诉你，因岛上起码有10甲地啦。安尼哦，所以这段过去其实就看得出来，美浓迄当阵的生活呢。在你的作品内底，我会记得有真侪少年啊，迄种青狂的故事嘛，拢发生伫咧半楼仔内底咧。